初体位数资源不足，造成愈加高难。不过，假使系人才，还系有可能出头天咯。国立太湖农工机械科今年2个学生嘅刘玉云同吴皮子，伊能睇劳通铺嘅国际技能比赛，机器人之类国术先拍赛当中，两个按到学校嘅选手，伊能半夜的要特别台办去到巴西同各国高手来比，伊能要保送去到台考太哦。接下来嘅报道，我哋先对偏向教育来看国内技职教育嘅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研究机构按算讲，今年全世界将服务型机器人嘅产出都有250亿美金高价。机器人人工系台湾下一个民生产业，对高职学校嘅一个产学合作同产业界嘅按促进研发。台湾未来机器人产业嘅发展方向又系乜嘅呢？就在行进路线上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要用最短的速度来做到去物件的前面，然后接下来到物件前面之后就要放慢速度，因为这样才能提升它精确度。机器人受伤项目停点，把东西拿起来，停定要加速速度，越加越准，这样做得到比赛对方得到高分。每个人其实最麻烦就是要在时间内完成那些事情，因为这几乎很难是满分，所以变成是说你要有很清楚的那个思考，就路线，就应付这个任务的路线，然后要怎么应对是最好的，然后最准确的。因为有些路线是快，但是不准；但有些路线是慢，可是就是很稳定。简单来讲，智慧型机器人係一種多功能嘅督促機器，透過電腦嘅程式設計，可以做生產發通、同人服務，也係同人互通。一代表所講嘅督促，講嘅係有幾多嘅關節，也產業界主要用嘅係單數比6關節嘅機器人，關節越多，就像人樣嘅嘢成法，又會比人行較成法。劉玉雲同吳皮子兩山頭勞通鋪去年大派呢國際技能比賽國術先拍賽當中，得到機器人之類國術嘅爭取，直接保送到台考台。今年半年內，我代表台灣去巴西聖保羅參加 TC3屆國際技能比賽。我們現在也發現你到高職就讀的時候，你會有很多的機會保送科技大學，比如說我們台灣科技大學、台北科技大學這些很優質的科技大學。那你如果是念高中的話，你可能在學測裡面要考個72級分，才有機會進入這些學校。技職、高職啊，一個好處都好，你開始培養你的興趣。還有北科大、這個台科大等等，也有很多的優秀的這個大專院校來幫學生再次的在深造，所以我縣政府啊，也希望老安尼嘅產業界來結合。1、2、3，站！苗栗縣政府當地表揚縣內戰鬥嘅高職學生嘅，苗栗係農業縣，太湖農工行客係農業縣嘅配角學校，一下老人家見來見到，新人嚟見來見少，推下雙重嘅影響下，配角學校我造成越見越困難。像劉玉雲，佢係港中年嘅肢體，佢到太湖國中畢業家下，兩個係縣長獎，要做全班嘅頭名。不過佢堅持留到家鄉讀書，頭下馬也未反對。阿母卡就這種做農嘅人家，嘅基本嘅思想就係一定要讀書，當我哋有好嘅成就在度。我爸爸媽媽特別老講，唔要緊讀書，當做喺擺做這種坐凳嘅，或帶人去嘅種做事，唔是搶家的咁辛苦。係，嗰時佢阿祖老講，我要讀啲苗栗高中，可能阿祖老又講唔會，反正出家個性阿弟阿就係唔好讀書嘅嗰種。同劉玉雲向我參加國術比賽吳皮子，咩太湖嘅蔡天人，兩世做啲講係做空調副太嘅，有卡係佢貨運學，也係當無限，細做校外，愛自家照顧自家，各種成績咩淡落二卡咩。阿爸阿媽做嘅貨運學，做安部嘅，所以無法度老愛照顧到。國上語言時，就以愛阿姑嘅嗰邊係高中時，係上岸做來太湖頭，因為離家較遠啊。愛咩照顧自家。有啲高職學生專心學基礎嘅術語，唔好讀書，
又到上边继续读书，顺利做模安好。唔批志同刘玉云两样都顾到，先生一直肯定佢两啥，姑嫂想请假的了批训。吴培志同学呢，其实是有一次他老爸来科办跟我聊天，然后就说他儿子随便读一读都第1名，现在太无聊了，所以都在家里在打电动，叫我跟他约谈一下。那隔天我就找他来聊一下，我说听说你每天晚上都在家里打电动，那我这边有一台机器人，有一台很大的电动玩具让你打，你有没有兴趣？他就跟我说好。一开始我喺妈妈上去，后来老師同阿爸都交談後，就來對我嚟入片來看看。然後來我就慢慢學，老學長慢慢學上來。自非佢去年的未處理去做太難，劉玉雲我被指令愛佢做事，唔過調整佢去數比夾東西嘅角度，冇做出用得嘅數比，下意思起來來做。一時節佢海口嘅背景主要動態聽書嘅。為到訓練，兩三隻上堂學教，一溜就溜到3更冇半夜。伊訓練到9點，係看起價，像人有訓練到9點，沒有訓練到1、2點嘅，當轉移睡夢。所以看咧，起價要要求起價進度，其實學教老師本呢進度最輕基本嘅，看人有起價本起價咧要求，變人當做反正起價理想，當有效了安尼。繼續讓你練習。其實機器人這個職種，它主要分2大塊。第一個就是有關於邏輯的一個程式設計，還有在機器人的一個結構上面的一個設計。那這2塊其實就是機跟電的一個結合。好，那外面現在為了工資高漲的問題，很多工廠都要採用自動化的一個機器人的一個設備。那其實這是一個時代的一個趨勢。產業界想省錢又有工人唔足嘅問題，未來產業型嘅機器人係當有好嘅發展。業界派台灣機器人成立，1年大概做到500億元，不過基礎嘅教育啥聽唔到，尤其係頭11年國教實施過後，基質體內電都就係唔足。大概2、3年前，在還沒有12年國教實施之前，我們學校70%的免試額，200多個名額，其實在竹苗區大概會有500多個學生來競爭，要來讀我們學校。可是，在12年國教實施完之後，雖然我們機械科的成績這麼亮眼，可是反而我們機械科是有缺額的。那這個其實就反映到技職教育一些家長的一些觀感的問題。因為國中老師都是普通大學出來的，他就很簡單嘛，你功課好，普通高中，然後再過來。商科，再過來工科，再過來農科嘛，傳統觀念都是這樣。尤其是像我們農業縣，我老家是台東，也是這樣。那我們苗栗縣也是這樣。當到台灣前幾名哦，嘅台風哦，就到台風哦，碩士啊博士哦，看不懂機械設計圖，個尺寸公差農地，所以你也不懂嘛噶，因為我們有辦法做研發，是沒辦法，所以教育是這樣脫節。好，那請同學注意啊，我們練一下外徑車銷跟端面車銷啊。那現在各位先把弓箭，把它裝上去就可以。先生到機台行教學生嘅按樣查廠，馬卡卡強嘅機器人技術，面對查廠、設廠嘅基本工作意識，有嘅基礎再個學理論，也咩技術教育養人嘅素材，像大湖農工也按多年來。業界技能減輕成長動機，學校想證明嘅係，就算係套配角素材，傳統技術教育按堅信，使學生嘅知道未來會有以後嘅發展，佢一定要做起家一大餅。我99年剛到我們大湖農工，說全校才4張而已，那去年是94張啊。那今年來講，我們一個實用技能班剛開考試通過，38個人去考，38個全部通過，所以可見就是說。我們大湖農工的孩子進來的值，跟其他都會區比起來，當然是離他們一段距離。但是經過這樣努力，3年之後，還是可以看到成長。不管學校是好是壞，其實都是看自己讀書的心態，對，然後自己讀得起來，然後就是為自己家鄉，就是再更進一步，讓自己家鄉就是更有名譽這樣進來。所以就不用一直想說，我想要到哪個外面讀，哪個外面讀。其實離家近，而且在家離家這麼近，其實花費也不大。對，離家近，天天回家吃東西也可以吃家裡，早上也可以晚一點起來。食材來講，你除了3萬奉養對，你特別安心講是你的技職教育
非常的辛苦。你挑白高职，你挑白又专科，这个教育非常的辛苦。我7家是新竹高商毕业。周云才本来做精密机械的，但初期迄年产量也是全世界第二，同美国同德国都有分公司。今日透过大学同研究所，按多年来一直讲在国从事基础教育，看到德国同日本也两只资助泰国，确实做到师徒制，从事产学合作。迄讲学生诶，将技术功夫学起来，还当专门，能摆许多产业嘅，做乜嘢也唔爱，嘅也唔爱。技职教育最重要的是动手做。你也看德国今天为什么这么强，变欧洲的救世主，他就是他教育不跟随波逐流。你看德国像个什么论文的排名，什么世界大学排名，德国有没有很多？没，去报名第二读就去到见德国大学，很少。德国摆水火60人命，摆优秀啊，德国在乎吗？不在乎，他知道他自己的方向。